甲骨释文第13集。先来熟悉这字，看起来青分又似曾相识。电脑有支援这字哦。说文解字讲是日夜，其实这字就是辰的古字，也是正的古字。古文无分啦，因为古人无啥咧分动词、名词。古文对这字有两种声调：上平声、气声。时代无共啊，咱就细分一下。上平声拄好读辰，气声就读丁。来看古文对辰这字的解说，咱照现代意思，小帮伊重新区分一下。第一个意思，丁日夜，当然是辰。第二个意思，张夜，铺陈就是张，所以归类伫辰。第三个意思，将夜，所以若照古文这个意思，一丁人安尼写。甲骨释文建议是写一丁人，将父是有指挥车指挥的将领。一丁人，一丁人，声调差别伫倒？如何变调？你练习一下。所以将夜这个意思，看你安怎读，就分伫倒一边。顺续讲，一军人，亲像样仔共款，无人指挥的将领。第四个意思，布夜，布阵。第五个意思，顾夜，陈年老酒。这字陈若是用伫姓，台湾人就读陈；喜可的喜，用伫姓就读可。为何有安尼的变化？我嘛毋知，有人知影吗？欢迎指教。有歌星叫陈雷，陈雷讲若安尼写，应该无适当啦吼。陈雷，教育部安尼写。因哪会永远有法度找到白痴造句法呢？想无啦。雷霆万钧，如何解说呢？伫自然界，啥物上大声？变变叫。有比这较大声的无？干合看，就声应耳呀。这字陈耳孔真正拢是声啦，声应耳呀，真传神的用意。陈雷讲，咱写这字陈。斗阵建议安尼写：一阵人的阵，有组织性的结合，斗流志业。正文讲物相斗合也。另外斗三工安尼写，这字读工吗？毋是读强吗？是啊，文音读强。共同的这字共，金文安尼写：左右两边用两个人的手共同扛起来一个大甘糕，这表示甘糕是一个共有物，人只是参与者。白音读共，这字嘛读共，有人读共，共款无共师傅的共。这字古字安尼写。意思是一对完整的左右门，或者是讲两片门，代表是完全一样的比对体。两字共，一字是有一个共有物体，另一字是两项相同的物体得做比较，共款共同拥有一项物件，共款。两项相同的物件，例句：穿共款衫去拜共祖先。回家功课，同心齐心，教育部写的共心，你认为如何呢？欢迎留言。物件若要斗做伙，如何斗呢？爱先集合，集合啥？集合用刀仔。用工具等等敲好的木材，安尼来斗一只船。这字就是斗，物件斗做伙的斗。来看这字的小团体，将集，将口省，将周。
甲古文安尼写，就直接斗一只船。汉字写出来肉字旁，无一定是指肉，也有可能是讲船。譬如“稻”这字，也有可能是指大枯茶。譬如这字“稻”，譬如兄火的“兄”，大枯茶就会使变兄大火。借这个机会，点出现代中文楷书体看袂出来汉字细节。说文解字对“稻”的解说：空中木为舟也。根据以上甲古释文的学习，咱就知影这句的解说可能是靠木来组合一只有空间可用的船。什么是空中木？来看《道德经》这句：当其无，有气之用。什么意思？亲像厝。人毋是住伫壁，是住伫壁组合出来的空间，无才是使用的所在。整理一下，这字“稻”本意是结合各种造型木片，组成一条船，组装也。莫有空无榫，爱有榫头接伫榫空，一公一母才斗会峇。写这字“峇”也可。教育部咱是对袂着啦。人因是山，拢有法度斗甲峇。笋头斗伫空，将血，毋是真有道理吗？人甲人的峇呢？王过、六过两人斗争峇，安尼写。这字“真”嘛会使读“诚”。台语字真趣味，写这字“诚”。斗字旁的字有真济。这几字字册我研究半部，也是看拢无，连上熟悉这字书运输的书，嘛毋知影为何爱安尼写。怎办呢？来看甲骨释文的说明，一字一字来学。第一字将铁反复也，将豆扣木成舟也，本意是来回无擦，这时就读音入。愈涂骹愈甲金死死，或者是推来推去，这个意思就读音愈来愈去，比推来推去较大力。台语又讲塞来塞去，这字嘛读愈，意思光亮也。例句愈甲金愈。第三字咱真熟悉的字，书运输的书。这字将车将愈省，用车愈来愈去，就是交通运输啊。这字的读音并车愈切，读音出，习惯上声母有小可变化，读书。这字书的神奇解说到这，对读的字根有充满信心无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这字读如，意思是男女快速摩擦的快乐，愈快就是爽快。另外这字读斗，女人交结男人，例句迄个死翁的斗着一个无某的。阁有另外一个读音讨，讨客兄等于讨男人。这字读利，空喙结合完整也。例句感冒已经好利了。这字读有，乌也，反水也，变心也。例句真心不有。这字读下，下过户定的下，看活也。写这字下同。继续讲斗字旁进前，先来讲别字。这字受，人被关着。这字幸呢，幸福被关着，毋是啦。这个幸是简化的字，其实是带着刑具的人。说文解字对这字的解说，关犯人的人有。先了解这字幸，煞来这字急就较好学啊。
即字鼻音读牙，牙菜倒去磨互内，即字牙。集的古字安尼写，将带形句的形将掠，毋是讲完的完哦，是掠。掠的甲骨文安尼写，一个人的双手被另一双大手抓住，这是示意警察当在逮捕罪犯，所以集的意思，犯人已经被逮捕，而且带着刑具当在监狱受刑。执行原本意思是安尼，若是直接看字典的说明，安尼你看有无？是毋是真困难？看运册，有人有法度掠出即字掠安尼写安尼读无？即字就是掠，简单讲就是安尼。海口腔讲掠，台语接用字掠贼、掠鱼、掠东、掠西，拢写即字掠。即字掠将小手将大手，迅速的即字迅将背省哦。对某事物有兴趣，写即字兴。兴跋筊，兴啉酒，另外即字兴。有影则通讲呢来看，内篇讲兴也，其实伊写的是即字兴，就是坐监之意的即字兴。即字兴其中的起意思想买啊、登也。坐监的人非常渴望亲友的重访，就是兴啊。正义通即句兴通做记，是毋是就是台语讲的真兴呢？兴台语阁有另一种讲法，哈。被禁锢的犯人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，渴望就是兴，渴望就是哈，哈安尼写。中文讲至于，台语讲哈兴，非分之想也。豆酱用黄豆做的酱，所以写即字豆俗。但是除了黄豆，阁有糯米等等豆做伙来发酵。说明讲的即句米烧豆成也，即字豆。阮姨仔讲的豆浆仔安尼写有较通无？整理即集讲到的字，斗阵安尼写。斗一只船，即字斗。斗阵若是管安尼写也可。物件斗有肉，人甲人相肉，无共义，无共同拥有是即字共。两字共款，即字比对的共。掠护身蠓仔，即字掠。斗二平的字为愈来愈去，讲到豆浆仔的豆。台语找经，如果完全依靠汉字的文献，毋若定找无，找着啊嘛无一定对。你有安尼的经验无？我有。进前做的节目就是为文献找真济错字，所以决定关闭，免得误人子弟。有时间则来看如何重新整理。若造成你的困扰，请见谅。